上次講完 Joker， 冇理由唔講埋 Harley Quinn 嘅，佢嘅誕生又係點嘅呢？大家好，我哋一個覺得自己講緊電影嘅 channel。如果中意我哋嘅片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啦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即刻通知你啦。要講 Harley Quinn 嘅誕生，當然要講翻1992年9月11日播出嘅一集 Batman 動畫啦。嗰集就係由 Boyd Curtin 同 Paul Dini 聯手創作嘅 Joker's Favourite。故事一開始，個燥底會計師查理揸車嗰陣俾人硬 cut 咗自己條線，之後仲忍唔住同對方嘈起上嚟。好衰唔衰，原來嗰個就係 Joker。查理知道賴咗嘢之後就即刻俾休走，可惜都係俾 Joker 捉住咗佢。走投無路嘅查理唯有跪地求饒啦。Joker 見佢咁有誠意，亦都放佢一馬，不過就抄咗佢牌，要佢將來為自己做翻件事作為補償。Many months later， 2年之後 Joker 因為眼紅葛咸城，將會舉行個晚會去表揚哥頓局長為治安作出嘅努力，就諗住先利用查理混入個晚會，再嚟個裏應外合搞破壞。呢個時候，一個着住小丑衫喺 Joker 身邊起勢附和嘅人，就係 Harley Quinn 小丑女啦。今次亦都係佢第一次同廣大觀眾見面。Joker 之所以知道有呢個晚會嘅存在，都係因為 Harley 之前潛入咗警局收風收翻嚟嘅。之後受到 Joker 威脅嘅查理被逼去咗個晚會，負責開門俾推住蛋糕嘅女警。個女警當然係 Harley Quinn 扮噶啦。佢放咗啲神經毒氣，搞到全場嘅人唔喐得之後， Joker 就喺個蛋糕入邊跳出嚟，仲喺哥頓身上放咗個炸彈。好在查理一早通知咗 Batman 先可以及時趕到化解呢場危機。呢集出去街之後，觀眾對 Joker 身邊個可愛女角色好受落，由 Arlene Sorkin 為 Harley 配嗰把嬌俏嘅聲線。The joke's on you， 認為到唔少嘅 fans。個角色建立得咁成功，之後佢戲份自然越嚟越多啦。好似喺1993年嘅第47集，因為佢喺關鍵時候攞錯支槍，激到 Joker 好嬲，仲趕埋佢出門口。雖然失聯，但 Harley 仲依然有心情去間博物館度偷鑽石。喺嗰度，佢就第一次遇到 Poison Ivy 啦。兩人合力擺脫警方之後，就成為咗好姊妹，仲組成咗 DC 最受歡迎嘅女子犯罪組合。Ivy 當然好欣賞呢個姊妹啦，但係 Harley 對 Joker 始終都係念念不忘。Joker 冇 Harley 喺身邊，亦都唔多聚財，連乜都冇得着。呢段糾纏不清嘅三個關係，到最後結局係點呢？就係俾 Batman 捉晒佢哋三個入 Arkham 精神病院啦。We're bad guys. It's what we do. 動畫版嘅 Harley 咁成功，但漫畫版就要到1993年 Batman Adventure 第12期先至登場。而喺同年嘅12月，佢有份嘅獨立故事 Batman Adventure Mad Love 仲攞埋獎添。個故事係講翻佢嘅背景同埋同 Joker 相遇經過。出生喺紐約布魯克林區嘅 Harleen Quinzel 喺葛咸大學專攻精神心理學。佢份人好聰明，總係可以用自己嘅方法攞到好嘅成績。除咗讀書，運動亦都係佢嘅強項，尤其是係體操。難怪啲身手咁好啦。佢覺得擁有極端性格嘅人零舍有魅力嘅。尤其是係嗰啲變態超級罪犯，可能就係呢個原因。博士畢業之後，佢主動申請入 Arkham 精神病院做 intern， 亦喺入邊遇到不羈嘅 Joker。原來 Joker 溝女都有一手，時不時就以 Mr. J 嘅身份俾啲小經嘅 Harleen 做過幾次心理輔導之後， Harleen 就開始俾 Joker 嘅魅力吸引，對於佢童年嘅遭遇亦都相當之同情。覺得 Joker 呢個殺人狂其實係因為缺乏愛同埋接納先會變成咁，呢啲都係因為自以為是嘅 Batman 一手所造成。漸漸 Harleen 就對 Joker 着咗迷，仲調翻轉頭俾佢輔導翻添。而喺一次 Joker 又逃走咗出去殺人，幾經辛苦 Batman 先將佢捉翻入精神病院。Harleen 見到周身傷嘅 Joker 當然心痛啦，仲用猙獰嘅目光掘住睇落去傷得仲重嘅 Batman。但 Batman 都唔係幾好意思，而喺嗰晚 Harleen 就 cosplay 咗小丑女嘅造型去精神病院救翻 Joker 出嚟，亦夢想同 Joker 組織個幸福家庭。不過呢個夢想真係要等等先，因為喺 Joker 心入邊冇嘢緊要得過對付 Batman。講到呢度係咪覺得少咗啲嘢呢？冇錯啦，就係 Harleen 跌入個化學缸嗰一下。喺2012年5月第7期嘅 Suicide Squad 漫畫入邊就有提到。不過就唔係好似電影咁自願跳落去嘅，喺漫畫入邊佢俾 Joker 推落去嘅。
雖然冇咁浪漫，不過結果都係一樣，都係個人漂白咗，個性格又扭曲咗，個名亦都由 Harleen Quinzel 變成 Harley Quinn 啦。講開 Suicide Squad， 由於 Harley 喺 DC 宇宙入邊嘅人氣越嚟越高，喺2011年佢正式喺 Suicide Squad 嘅漫畫入邊出現。故事係講佢因為殺咗送 Joker 入監獄嘅律師而俾人捉咗，之後再俾人送咗去一個叫 Bell Reef 嘅監獄，喺嗰度俾 Amanda Waller 睇中加入 Suicide Squad 啦。至於 Suicide Squad 嘅故事就留翻遲啲再講啦。唔知大家睇咗小丑與雙峰未呢？你中意 Margot Robbie 版嘅小丑女啊，定係 Lady Gaga 版呢？不妨留言分享下。今條片就到呢度，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，俾啲鼓勵我哋啊嘛。拜拜。